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第33天，什么日子？美国拍到伊朗，伊朗拄着川普拄好斗一场，你无赢，我无输，看相摕着楼梯好落架，你人讲，我收煞，从此中东大家敢会当好相看。今仔日是位专家。 到底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东国际事务专家，嘛是库德族，伊本队是库德族的台湾人柯显德、许善德。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英语教授王明贤。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第三位是全球防卫杂志主任陈国明，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资深军事记者郭宏竹，主持人好，各位晚安。咱来回头来关心，到底川普啊，佮咧变倒一出？伊伫呛声讲，要甲伊朗的发电厂拢甲炸掉。伊朗嘛呛讲，苹果、微软、Google。 NVIDIA 这种的大公司伫中东设点的，拢会用作报复的目标。另外，川普针对着西方的盟友，嘛对着因唔愿出力来保护着荷鲁斯海峡，昨下嘛呛声讲，要食河神家己分，要爱石油的家己想办法。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拜日发布强硬声明。 警告讲，未来若是搁再发生针对伊朗的暗杀行动，会对中东地区包含苹果、微软、Google、辉达、甲特斯拉等等美国企业来展开报复性的攻击，显示冲突正在对传统的军事领域扩大到科技甲经济层面。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در بیانیه‌ای با هشدار به هیئت حاکمه آمریکای متجاوز و شرکت‌های جاسوسی وابسته اعلام کرد. 声明指出，对德黑兰时间4月7日暗时8点开始，若准伊朗境内搁再发生暗杀的事件，这企业伫区域内底相关设施就面临互摧毁风险。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拜日嘛伫咧社群平台顶悬发表强硬言论，批评包含英国、法国在内盟友伫美军打击伊朗政权的时阵技术参与。川普建议这个国家，第一是甲美国买石油，第二就是提出因的勇气，家己去红住海峡提油。 美国国防部长嘛强调，未来美国敢会遵照北约集体防卫约束，是由川普来决定。And the president's pointing out, you don't have much of an alliance if you have countries that are not willing to stand with you when you need them. He's simply pointing that out, and ultimately it'll be his decision of what that looks like after this is complete. 美国国防部长嘛表示，对伊朗的战争未来几天是决定性的时刻，而且讲伊朗已经开始出现偷走兵的情形，美国对伊朗造成真大的伤害。若准伊朗更唔愿意来敲切协议，就会继续来攻击。 But if Iran is wise, they will cut a deal. President Trump doesn't bluff, and he does not back down. You can ask Khamenei about that. 其实，川普政府已经开始感受到国内压力。美国选民上敏感的汽油计数，这礼拜已经起价1加仑4块美金的计数，是2022年以来头一间这么悬。若准油价搁继续起悬，对川普甲共和党的其中选举是真不利。天主教教宗良14世嘛呼吁川普甲各国的领袖，要赶紧让战争结束。公新闻警员김Ben一。其实哦，这第33天看到这，我也看到火气。 啊，一边讲吼，啊，伊若无愿意，他说这个 Hexas 讲，伊无愿意协断，我就继续给你炸。但是川普佫讲啊，不管是如何，有谈好无谈好，我就要来走。啊，这到底是啥回事？另外一方面，伊朗的这个总统佫甲这个革命卫队的司令无共款呢，讲吼安全都安全。 所以呢，我要来请教一下善德，到底伊朗现在真实的状况，你有没有掌握一些消息，或者是从他们的媒体的动向，你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他们是真的总统跟部队已经不一样的看法啊，有的人想谈，有的人不想谈，所以才会弄得美国这边的讯息好像都没有那么统一，是为什么？ 其实现在的伊朗的政府跟部队他们想法是不一样。
从那个如果从媒体来看，还有他们不是在网络上，他们有自己的网站嘛，就是有 X 有账号。对，他们首先那天他们的总统说，我们以后就不会乱炸。对，不会对。但是呢，过了1个小时，他说，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攻击这些国家的，但是美国的目标在这些地方，像那个军事基地，我还是继续下去。然后现在还有一些资料是，现在比如说那个美国在公布有一些关于伊朗的，他国内马上媒体他会回答，虽然是那边是半夜，可能是总统什么都在睡觉，所以现在媒体国家媒体啊，跟那个军队是想法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一样的，但是政府的想法是不太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又看到为什么是大部分的军队有关系的，是美国攻击他们被杀了，但是总统还有外交部长，还有一些其他的都没事，然后他们到昨天晚上一直在路上，然后就是在路上，然后跟大家都在一起这样子，然后也是跟国外的电视直播，那直播是用网络的，他们知道这在哪里啊，也是我也可以攻击了，但是也没有，所以他们也想要这样子，这些在政府。所以你有观察到，其实可能跟川普在和谈的是总统这一派。总统还有国会的那个国会的领袖，对领袖，因为你知道美国，如果你要看他，因为他觉得是他们是选出来的，因为你知道那个总统、就是、有民意基础的，对，这样子也是攻击，就是有一种正当性，对，这样子就觉得美国说他说那个是伊朗人选的，没有像其他的领导人、军队的或者是。伊朗的领袖，那个最大的。那你有办法预测接下来会怎样吗？这个其实我是觉得是因为伊朗是蛮聪明的，在这个部分，他怎么样要让他自己活下来？我觉得还是最好的选择，他可能会选择是把这些法案，就是暂时会听美国，但是为了活下来，可能是慢慢会变，以后都变。强这样子，所以你说他先跟他谈下来，先停下来再说。因为按照那个伊朗的行为，因为他的国家的，就是他们的国防部啊这些军队，是他们不可能会跟美国会变成一个朋友了，或者是以色列，不可能，不可能了。他们的国家就是不可能，完全不可能，也没有机会。等一下再来问问看，为什么觉得不可能哦？我要先来问一下翁老师，川普这声讲，我不管是有谈好无谈好，我就是要撤兵。是因为咱看到讲，伊国内的石油哦，起价安尼，伊是等要惊讲到时阵期中选举的时阵会输去，所以赶紧来收煞，是这个原因啊，尔吗？我感觉原因应该足济啦，因为对川普来讲吼，这场战争吼，伊一开始就讲差不多拍4到6礼拜啦，吼，啊4到6礼拜，那6礼拜就42天嘛，啊即摆33天嘛，啊算无几天啊嘛。因为对伊来讲，这场战争若拖过6礼拜，哦，伊的损失会更较大吼，因为咱即摆听讲，佫有一艘韩国母舰佫要来啊，有3只韩国母舰你知吧？啊，你想看觅讲，一台韩国母舰来讲，船顶5000个人啦。一天要食偌济物件，一天要用偌济物件，所以即摆讲无对嘛，甲伊国会讲，伊佫要2000亿的预算来做这个战争吼。所以我感觉讲，伊想讲4个礼拜拍了，我要处理下一个问题，因为即摆咱嘛知影讲，5月14到15，伊要去中国大陆访问，所以即摆美国嘛甲中国嘛开始咧讨论讲，后个月去中国大陆讨论要讨论啥物题目吼。啊，除了这以外了吼，伊即摆嘛甲一寡游人吼，要去古巴吼，互伊入去解除对古巴的禁运。伊意思是讲，古巴是还有一个问题要去处理吼。煞了，即摆过一个问题嘛开始咧，大家嘛开始注意啊，泽连斯基，俄罗斯甲迄个乌克兰代志，即摆大家嘛开始注意讲，美国嘛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啊，嘛要去处理。所以对川普来讲哦，因为这一代要处理的，伊拢是敢若是其中一因尔啦。
伊无想要拖伤久，可以安尼入去。但是伊要收起来，伊嘛要讲一个有一个感觉，有收起来的感觉。伊要收在倒位咧，王老师，你感觉？因为伊对伊来讲，伊讲我战争的目的已经达到啊嘛。我战争目的就是讲政权转移。伊的领袖何美丽甲抬了嘛吼，啊，搁一个革命卫队的首领。啊，黄英囝不要紧。因为伊会解释啦，伊等咧迄个推特还是伊的 X media 开，伊讲为重整政权的角度来看，啊，即个人拢叫小白条啊，所以禁言已经转了嘛。哈，啊，禁言就转了，表示讲我的目的达到嘛。啊，除了这个问题之外，伊甲伊的飞弹啦，甲伊的海军啦，甲伊的核武设施嘛拍啊差不多啊啦，处理煞，所以感觉讲要走就使吼。啊，我感觉讲上条问题是因为伊无去注意到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问题。伊荷姆兹海峡吼，这个代志是确实，这是确实，因为你会记得迄个日本的首相去美国访问吼，啊有一个日本记者肯定甲问讲，啊你要拍伊朗无讲？你有甲日本人通知无？总部就讲啊，我偷袭嘛。日本人偷袭阮珍珠港的，你也无讲讲。啊，我迄当时呢吼，全部无注意到讲即个海峡吼，遮尔敏感啦。伊感觉讲，迄个伊朗吼，无法度甲迄个海峡甲封锁、布水离散，无拢做袂来。啊，毋过结果咱感觉讲，伊朗即马是有限度的吼，核准过去，还是无过来。啊嘛有报一寡顺序，所以你要解这个真困难，所以这个问题引起美国的注意，讲因为这个问题引起全球的迄个油的增加吼，啊，搁一寡民生物质品连塑胶落啊，即摆就麻烦。所以咱即摆要牛奶的塑胶袋拢家己炸是安怎？吼，那我意思是讲，这个核武海峡变一个重大问题。啊，你会记得伊迄阵嘛？你讲哎。啊，这个所在是大家要地油的所在嘛，啊，你也大家保护嘛，叫饲落去创啊。所以伊讲要成立一个国际护航这组织，也是联盟。啊，结果英国啊，美国拢要参与，吼，啊，无人参与，啊，无法度错啊。所以伊嘛准备搁做一个代志，伊要甲迄个哈格岛，就是讲伊朗上大的一个岛，啊，差不多20平方公里吼，啊，内底伊朗的所有的石油拢遮出来，伊要甲炸掉威胁啦。伊威胁讲，甲这个岛炸掉了，你来开放这个荷姆斯海峡。啊，结果伊朗唔爱插你啊，等你来嘛。伊朗的迄个军队啊，是讲无对讲等你来，就是你就知影什么叫个地狱啊、地狱啊，你知影。所以伊无法度处理，啊，既然无法度处理，啊，各国我无爱配合，伊就讲啊，伊等咧30日，你就讲啊，既然我的目的已经达到啊嘛，政权转移啊嘛吼，啊，海峡迄有油无油，你当代志嘛。啊，你若无油，你来甲我买啊。啊，若无你家己啊处理啊，家己甲迄个海甲做清楚，所以我感觉讲，伊若要走，要结束，足简单的。伊就讲结束啊。有面水无面水啊？迄伊当个代志，迄是别人个代志，甲伊无有关的。反正伊面皮嘛真高的意思。对。刚刚那个汪老师所谈的，就是说，其实第一个，川普可能没有意识到，当时候没有计算到荷姆兹海峡这么麻烦。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反正川普呢也不怕，我说我要走，我说我赢，我就是赢了，哎，也没有关系，他也不在乎。待会我们再来请教你啊。刷来，我们来请教哈，主席，这真正我看这陆战队人已经来啊3000名嘞，伊真正敢会落落去？无啦，咱看第一届波斯湾战争哦，就是第一届波斯湾战争是啥物款？嘛是共款陆战队伫外口创啊，外口热操。啊，感觉是伊按来路拍登去伊拉克的时阵，迄当阵陆战队无登陆啊。你个叫1991年的时阵，波斯湾战争的时阵，陆战队吼伫外口落来说，啊，毋过按来路拍登去，吼，这是一个目的啦。啊，为什么遮出名哦？因为陆战队会使发动2栖作战啊，伊会使登陆，会使不爱登陆啊。啊，像知影你会登陆啊，袂登陆。啊，毋过吼，迄底里波里吼，即只突击舰吼，到的时阵。可能有可能会登岛吼，登岛是讲登的荷姆兹海峡的顶悬的面啊，顶悬的陆地，伊无可能去甲你占领，伊可能占你海峡的北边，北边哦，伊掌控迄个土地要创哪，限你吼，伊拢袂使发射无人机吼，啊个短程的短程的飞弹，互你莫发射啦。这是国母第3章开始去登陆吼。那讲较歹听，美国人是
重视人命的吼。你若人命有损失吼，你军人若死吼，你的军衫啦，伊徽章寄转去美国的家庭的时阵，迄当阵全部都头壳摸烧，头壳都摸烧啊！这是越战的时阵共款啦。所以其实应该安讲啦，种军事上爱准备，爱准备讲啊，这陆战队可能会顶到可能性真低。一半一半，你来讲，伊会使一半一半，伊讲传播吼，即个咱的无法度有预测伊的动向，伊无法度，咱无法度甲预测，伊到底哪一即个哪一边迄个，然后讲报道讲个无共款，对啊，非典型的，就麻烦。咱讲歹听就是台语啦，台语讲老烦天啦，就老烦天就麻烦的，就麻烦的。你面对吼，伊讲嘛，伊拢的领导人你是小的，那咱们来看，你嘛是赶快直接笑的，所以伊迄做决策的无固定啦，无固定话就麻烦吼。该暗示讲，你到底要行哪一步？毋过吼，川习会这是一个重点。吼，川习会你要两个公权吼，公权要讲话时阵，要会谈时阵，头前的代志你爱先处理掉啊。吼，你袂使讲两个人要对谈的时阵，你个边仔代志我还未处理掉，你一定爱切一段。我小可沙无，我的意思是讲，反正习近平敢会家己讲，川老大，你这伊朗的代志，你都要好好处理，你唔通害阮老细。伊敢安尼甲讲？无，伊根本上哦，美国无考虑中国的立场。为什么讲哦？为什么讲？你讲美国怕为了他怕赢嘛？无甲通知啊。怕赢，不是怕赢吼。怕伊朗嘛怕赢吼。即摆中国你烦恼啥？拢烦恼说，哎，我的武器到底使用啊，袂使用？所以顶礼拜嘛，有一寡中国的科学家向打起来中国会感觉讲，我即摆武器可能拍袂赢美国，吼。美国的传播是讲，我当时要去领导开会，我决定的呢，毋是你中国决定，是讲我美国传播讲，我当时要去领中国开会，是美国决定的。你袂感觉足奇怪嘛？我要去领导做人客，我讲，我明仔载去领导，你可能还袂变数，对吧？所以我感觉讲，这是川习会吼进程吼，因一定要处理掉，不管是伊朗吼，罗西亚，还是咱讲古巴，上无爱暂时平静无事啦，无代志。等甲中国两个领导人会谈了，开去处理这细卡。这小咱才来请教这个王老师，我要先请教吼，洪总，这真正若拍落来，这三工看起来，伊朗不只啊奶拍哦，个安尼不时就甲你这个冲天炮啊、水鸳鸯啊，甲你拉一个，即马个人吼买嘛一波塌的。伊嘛是有法度，即马还有发射呢。我一个朋友啊，带着迄个迪拜，一日讲，迄空色的警报安尼厉害呢。到底伊的军事的这个实力是偌是恁甲看这三工看起来是如何啊？其实讲真诶吼，我嘛赞成像讲顶一遍咱含柯先生嘛有咧讨论，伊朗是一个足大诶国家。咱外口做一寡评论者做来讲美国大国怕小国，伊朗嘛不细啦，讲真诶啦，你看地图就知吼，甚至比边仔你讲迪拜这阿联酋、阿曼这国家拢较大，遐个真正是小国，伊应该是比较起来像中型甲大型嘅国家，个伊即个地形来讲，真侪山区会使藏物件，个有。自从1980几年革命以来，吼，这个穆斯林革命以来，是新权国家，给足集权的啦，集权到逐项拢用神来甲伊压吼，所以足大侪代志拢足好做的，尤其发展秘密的军事的方面。不过我要挖防空嘛好，吼，是讲地下的迄个基地嘛好，这无人有可能甲你讲吼，立法院甲你反对这医生，袂使挂过。袂使做，啥人敢讲袂使做？这咱会当料想，但是伊敢有一如讲安尼深不可测，安尼真正无法度甲处理。咱莫讲深不可测，意思就是讲，我拄仔讲的意思就是讲，表面你看到的伊的军力，甲伊实际会使摕出来物件，因为咱讲，比如讲你拄仔讲你没有伫迪拜用伫炸，炸内底可能
一暗拍100粒好啊，可能甲2粒是等到回大。对，啊，其他咧，其他一个讲几万块台票啦，可能是几万块台票的无人机个好无人机来的，无人机个好啊。啊，用这，伊用继续做啊。要来讲，我对我讲诶，我要用的钱，有啥人甲我讲袂使用，所以我会使做的物件，啊，美国比你美我都国透去甲伊的明的。无人机的工厂甲炸掉。啊，问题是无透明的所在太济啊。哦。讲吼，佫较牛吼，上牛，全世界上牛的情报组织，情报组织叫做以色列。两位有同意无？讲，伊拢不加奶怕，会使安尼讲。应该是讲伊有伊的 resilient， 吼，伊的韧性会润啦，吼，会润。但是你讲拍偌久，这歹讲，因为第一吼，两个国家是无共的制度，无共制度是啥物意思？美国会使讲，我后壁要选举啊，我冇咧烧啊。对伊朗来讲，伊哪有咧冇咧烧？伊头前的领导人再见啦，吼，去天堂去带迄个72个注入的时阵，后壁的人嘛继续做啊，伊哪有差？对不？啊，但是讲起来，这句话敢若真相像，讲起来不会欺负啊。是啊，啊讲起来吼，你讲伊真正有偌济物件，这其实吼意思讲吼，看伊要做啥物款的底裤。啊，准讲美国即马真正啊讲陆战队3000人不止，毋是后壁是82空降师要来啊，吼要来啊，这则是万一真正要登陆要拍入伊朗地面的时阵，这万外人要用，即马听讲是先动3000人啦，其实规个数来讲万外人，啊莫用个扩编，但是这真正要拍无，你爱看讲。头顶的人决定要拍什么战争？哦，这有韧性。主任，你感觉伊真正算作有韧性吗？有啊，当然嘛是有啊。其实也不止会使拍足久的，而且伊个有顶一年吼，佫有参加国际展览吼。你可能无法度想讲，伊拢会去参加世界军会一些展览吼。我才有找一寡因的 DM 吼，这是你炸因的卡多拉这是咧卡特洛古，你看伊讲这是伊朗的国防部吼，伊会讲啊，伊的飞弹的大全。因也有咧卖就对啊啦。有伫卖，啊嘛外销吼，伊咧展览的吼，啊我是用一寡物啊，一寡纪念品甲换吼。你看哦，伊这是伊的飞弹吼，甲迄刚毋是讲啊，即只 F-35去用击落，啊，就是即个吼。我即摆慢慢摕来，互大家看看哦。这是什么款？咱可能就是即只，吼，即只叫 AD-08啦。可能哦，迄当阵讲什么 F-35去用拍来，可能就是这，吼，这可能也未去证实，啊，毋过可能是即只。移动式的呢？移动，这皮卡上面吼，甲搭载迄底层的防空飞弹，啊去弹，可能是这吼。咱后一日讲啊，传播讲啊，这15点。这只敢若迄个载卡多迄种。叫皮卡就是你通开，我嘛通开皮卡，啊，顶悬摕飞弹去弹啦 F-35吼，这还未去证实，啊，毋过有即个传闻吼。啊，我看吼后一日讲啊，伊讲吼美国传播讲15点的和平协议讲啊，这袂使讲伊拢的飞弹敢会使用来自卫吼，自卫啥物意思讲？伊拢吼若拍即款的防空飞弹吼，美国毋惊吼，美国伊电战能力足强的吼，毋惊，伊从惊啥一种？反舰飞弹什么款？就讲也才拍海峡啦，海峡我看遮有无？应该有啦，应该我找看卖吼，啊有这吼，这吼你看这都是我看卖吼，这卡多拉古遮济，就水吼，就水，就 CM 啦，所以 CM 的这个反舰反甲飞弹对，这款这吼若布喺海峡的北边吼，伊可能弹会着，啊，过美国也唔惊，为什么？美国拢知伊的参数，所以伊较毋惊这。啊，毋过伊惊啥？无人机吼，敢若小蜜蜂无人机甲水里吼。啊，为虾米讲无人机其实吼，你牵一个吼游轮无啥物差。啊，毋过航商会惊说啊，这个航路到底有安全无？甲你吓一个，无安全，毋是无安全的技术，航商会惊伊洗湾哦，洗。啊，保险公司嘛无甲你好导保啊。保险公司无爱导保吼，你的保费较济吼。啊，咱即马现当时，咱的塑胶袋啊，迄小吃店拢不爱互你，
因为叫石化产业，或者石化产业，石化产业拢规肉粽的。哦，你安尼佫泡咧吼，反时就咱的塑胶面啊、塑胶桶啊，拢爱捡起来用啊。迄拢石化产业啊，迄无法度啊。拄好大家欠，莫用塑胶啦吼。但我王老师，对整个战略来讲，你讲可能船舶东吹时，适合插无算到这个 Hormuz 这个海峡。但是如果若这一摆，伊拄到这个错，咱算作伊会家己认做讲，伊内部会算讲啊，这算作挫败吗？伊会安尼想吗？袂咧，伊袂安尼想咧。对来讲，伊个利点敢若成功啦，看来伊上赢啦，啊马甲啦，美国第一啦。哦，因为对伊来讲，伊啥物代拢在改变嘛。咱拄啊讲竞争转移，就甲伊第一代拢拍了嘛。啊，伊只第二代还袂出来嘛，讲无声音嘛，所以无人嘛。所以即摆伊朗上大问就是讲群龙无首啦。哦，伊朗有30个省嘛，啊每个省拢有因的革命卫队嘛，拢有家己的指挥系统。佮甲伊的武器啊，甲伊的所有的飞弹拢放喺足侪所在，所以你无得甲完全甲牵变啦。所以美国开始想法是讲，敢若你拍维尼罗拉共款嘛。我一开始特种部队入去，啊，甲伊的总统掠个，啊，甲伊斩首起来就砍首就好啊。啊，所以伊就去扶持因的迄个副总统变总统，啊，伊就来谈判了结束，维尼罗拉变跟美国的迄个附庸国嘛，啊，就伊来处理嘛。伊当初的算盘有当时可能有这样咧想啦，因为第一波的攻击，咱看迄个2月28第一波攻击，差不多40个因的重要干部啦，吼，不管是领导人啦，什么拢叫人拍啊，拢了啊，啊，所以对伊来讲，伊感觉讲赢嘛，伊就要等谈判嘛，啊，结果伊无爱甲伊谈判，啊，伊就继续施压，哦，拍因的核武设施啦，啊，佮伊弄因的迄个飞弹基地，佮拍。结果因无咧带。老师，你讲伊无算到 Hormuz， 伊敢有算到讲，嘿，这西班牙啦，这英国啦，这德国啦，恁种拢无要来斗相共，伊敢有算到这？伊无算到这，伊知影讲伊甲北约关系无啥好啦。伊平常时就甲人无好。伊2年前伊甲北约讲，恁大家国家拢，恁个国防预算拢甲我真下甲嘿啊，伊讲呛声。啊，结果有一个国家叫做西班牙。西班牙讲无可能，我重建0.5%啦，我无法度加啦，啊，该安尼创。啊，因为因咱迄个布鲁塞尔开迄个高峰会议嘛，啊，所有的北约国拢赞成，大家拢拍就讲吼5%，甲2036，吼，因为你甲讲，川普无法度做较久啊嘛，所以大家拢去做戏嘛，大家讲啊好啊，你川皇万岁嘛，你讲啥拢做啥落嘛，啊，西班牙就无咧插你啊，讲我2%。伊就无增加，所以即个西班牙讲，你飞行器袂使飞过我的领空，飞过我的领空。啊，主要是因为吼，迄战争的第2期吼，迄个伊朗吼，伊本身无单讲伊的国内战场，就是讲美国来拍，互你来拍，不要紧，我互你拍，但是我去拍别国，我这就敢若毛泽东咧讲啊，你拍你的，我拍我的嘛，对无？你拍我的国内，不要紧，互你拍，我唔惊，我去拍迄个。波斯湾的7个国家，所以连那波斯湾的这国家也开始开始动袂掉啊，伊就变啦。迄个伊朗拍因的时阵吼，拍甲因动袂掉，因为拍科威特的水利设施啦、民生用品啦、因的炼油厂啦吼，啊个阿曼啦，其他各拢咧拍到了后，即摆嘛，大家咧想讲啊，我必要拖下去，拖落去，所以变成第二个战场嘛吼。啊，第三战场就是荷姆斯海峡。啊，即摆第二战场，搁咧拍还袂结束。啊，第二战场，等咧保安7个国家，嘛搁咧拍还袂结束。啊，剩下搁一个荷姆斯海峡，所以3个战场吼，对美国来讲话，这无法度处理，足困难的吼。啊，毋过即摆嘛足趣味，波斯湾有7个国家嘛，啊，有国家讲，上好是继续拍，安怎？叫美国甲伊朗即摆的力量甲拍败了吼，伊朗无法度大声。以后天下太平。啊，大家都免惊嘛，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嘛，伊感觉讲上好即个时机甲拍。啊，毋过安曼啦，吼，还是卡达，因惊讲啊若讲搁拍啊，煞毋知要安怎，所以大家分裂啦。啊，所以川普感觉讲啊，北约盟国哦，北约盟国无要甲我支持嘛，吼，啊你做保安7个国家嘛有不同共款意见，所以我报道无咧处理。啊，上大问题是讲，较即马无就找一个人出面讲，咱来和谈，因为咱都有讲嘛，讲。伊个总统讲，要讲会使啊，你啊我保证啦，爱我尊严嘛，啊，这种空话嘛，啊，我无就讲啥，
无咧，阮无咧谈判。伊讲的15点计会，阮根本就无听到，无人来咧讲啥。就顶头抓头抓尾，啊，其实都无人咧讨论。无人讨论，无人讲啊。所以外交部长讲无这个代志，我感觉因可能是一个外交部长做乌面啦，啊，国防部长嘛做白面，讲阮无爱拍要谈，啊，但是外交部长讲无咧讲，因为根据迄个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吼，伊就咧讲啊，讲阮直接间接拢有甲因讲。啊，佮有透过阮美国的中东特使 Witkoff 嘛去传达这个消息。啊，其实一礼拜前，迄个巴基斯坦嘛讲，我要来甲恁和谈，伊做关系就好吼。啊，我甲美国关系就好，伊要做公亲，嘛开始咧讲啊。啊，所以到即个嘛毋知讲到啥物程度。啊，重点今日中国嘛讲啊，阮提出一个中东和平计划，咱来甲中东平稳。所以大家拢咧讲啊。所以讲啊，即摆伊朗有咧等啊，我看到上面来甲讲。啊，不过即摆上大的问题是讲，伊朗无一个人啦，因为迄个去用迄个斩首的迄个何美尼的迄个第二啊，这讲遐讲吼，讲一支长长，啊，这伊朗的国内是向讲了，讲会使才有准绳。OK， 这嘛是重要问题，所以因的国务卿卢比奥咧讲，阮即摆嘛了解讲伊内部有这个问题，啊，因内部嘛咧分裂，吼，啊，意思是讲。伊咧争取内部分裂，啊，较我美国的这个部分，啊，这个人若出来，伊就去扶持伊，啊，甲塑造伊形象，讲伊要甲美国谈判，伊是代表伊朗的人，啊，可能国会议长有人咧讲，因就唔知影北平模式，对啦，哦，因就唔知影北平模式。我们刚刚在谈的就是伊朗现在的国内的状况，其实是没有人能够单独一个人说了算，是这样吗？其实是算是可以说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总统跟包括外交部长跟国防部长两边，一个人唱黑脸，一个唱白脸。因为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说？因为我们到前天，土耳其被4次就是被攻击了。对。但是土耳其为什么被打？对，所以他们那个国内我搞不懂土耳其为什么被打？国内那个伊朗，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不是他们打的。不是他们打的。那谁打的？但是他们也是说从伊朗来的。啊，的意思是说现在难道是你们库德族打的吗？不是从那边过来的，然后那个是飞弹，是他们知道是哪里制造的，就是一定是伊朗的，然后没有人要承认。对，意思是不一定现在是在国内的军队是很团结的，这可能有一个部分他想要打哪里就打，因为现在我们是在伊拉克也是发生有一些攻击从伊朗来。但是他们说这不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的媒体有看到现况也是从那边过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声音从哪里过来的，而且是那些武器是哪里制造的，也是从那边的，所以国内伊朗里面这个是很清楚，不用研究了，是没有很团结了，不用研究了。对，不用，因为那个很清楚了现在，所以不知道是他们是这个状态，那以川普的个性，就是趁这个时候给你通通下去。因为很多领导人被杀了，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国内他那个联络没有很方便的，跟以前是不太一样，没有网络，然后电话也是没有，很多地方被。所以不应该把大哥都杀掉。其实我觉得是应该对，这个应该留1、2个大哥这样子，不然都小弟，现在规划你要转逃。还有那个。他现在他的儿子啊，那个都没有出现呢。对，为什么呢？就是他们说可能是被烧伤。按照那个中东的新闻来讲，他们说可能在医院里面，因为美国跟以色列他们不敢打那个医院了，比较不敢了，就是会变成一个大的新闻。然后第二个是他们可能是在俄罗斯，但是今天早上俄罗斯的媒体他说不是在他们对。然后另外一个是。为什么杀领导人是一个是不对的想法？是美国做到的那个，因为现在你杀了他爸爸、他的老婆、他的小孩，你要跟他怎么会他相信你？你要跟他这个在尤其我知道了，在伊斯兰的世界里，这个是血仇啊。对，意思是你是怎么可以跟他谈下来，然后你怎么可以相信他以后会跟你真的合作？对，所以那个是。就是杀
那些领导人的错误，就是在所以那些地方。这个15点和平方案，这上面这些东西，这个只是拿出来大家来聊一聊而已，这个没有真的当真了。其实我们首先如果来看那个 Trump 的讲话，我觉得跟国防部长是非常不一样。讲话他们的想法，你知道那天也是说那个 Trump 他说那个国防部长是他决定发这个战争的。他有承认那个美国，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要听国防部长，或者是 Trump。到那个昨天来说那个国防部长对他，我真是第一次做谈话节目做到现在，我现在不知道我们在谈这个人他到底从头到尾他的这个说话的方法立场，他不断的在变呢哦。对你可能有意思了，那可能是为了油价，然后股票那个国内的，因为他讲话非常有用。一讲，然后马上油价会下来，可能做这些，然后在后面做有一些，这个是有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商人了，比较是虽然是总统，他可能会想到是早一点离开那个战争。对，但是国防就昨天他提到了，他说，我们会一定要得到我们的目标才会离开那个战争，要做下去是为了我们下一代，为了我们的小孩。不要，因为他说我们是美国是这样子想法的，不可能会就是那么弱要离开那个战争。我们刚刚从这个陈主任手上拿到这个行路哈，我想要问一下洪章哈，洪兄哈，这一弄，起码目前为止，伊的剑道部队除了飞弹以外，伊的陆上的军力，敢有遐强吗？还是讲咱看这个数字吼？美国人讲，我已经给你11000个目标拢打击啊！你的军舰拢无去啊！伊敢无想讲，我规支陆上部队给你推进，给你规个大荷兰给你夹起来。即摆看到公开的部分吼，包括美军伊家己公布的，其实大部分是讲第一批就是核能的设施，吼，包括做飞弹的，过来就是飞弹的基地、发射的基地，过来就是可能嘛是无人机的基地，还是讲其他的军事基地，但是毋是大部队的集合的地方的所在，嘛毋是讲军营，毋是，主要毋是遮，因为遮足侪人的，准讲一时啊，主要要对人杀的时阵来讲。迄个无共款的战争，伊其实对美国来讲，伊即马叫做 Epic Fury 吼，伊无讲是全面性的战争，伊是全面性的战争，所以伊军队嘛也未真正入去嘛。那就恁军事的定义来看，伊这是剑道的 battle， 剑道算赢吗？这无讲赢无赢，因为第一嘛无选择。所以我一开始我讲对啊，你无输我无赢。嘛无选择啊。无选择。因为川普回避国会的监督嘛，所以我是用我行政权直接指挥部队去的。意思就讲我是有紧急的危机，所以袂使等国会，所以我直接用我宪法授我总统的行政权，我直接指挥军队去拍。但是拍无讲我要含你拍偌久，嘛无讲我规模要偌大，伊无一个计划送去国会无，战争的计划无。所以到即摆为止，包括国防部长嘛知影，其实因即摆嘛是吼，有一项吼，担心的就是讲，也无紧即结束即个军事行动。60天以来吼。对，所以伊后壁有宪法的违宪的这个风险，伊用弹劾，会去用赶落来，吼。总统当然较无简单啦，但是国防部长可能去予各个议员吼，连家己党的个叫落来，打起来啦，嘿，爱打起来，你个爱落台。所以是政治这要先讲，但是等在讲到底要也就要拍无，会使啊。佮来请国会来，国会来准的时阵，我所有的部队拢会使叮当，所有的战斗机拢会使出去，所有的飞弹拢会使拍，迄个无共款，可能去用解释讲第3次的世界大战。有人讲吼，上欢喜看到美国人去拍伊拢剑道部队投入的是中国，
是中国上欢喜看到你讲破，你规拢压力，安尼上好。个负责讲顶前一个战争叫做越战嘛，啊美国怎揽落去？美国揽落去后壁只有拼经济。美国过去的1970年了无？越战中国我歹拍摕出来了后，规个拢揽落去，经济嘛歹，社会嘛乱，啊国力嘛无强，军队嘛烂。所以应该是袂安尼，袂川普伊也是巧人伊袂行这步啦，但是伊来做一个形势，讲我空降书嘛要出来啊，嘛有啥物两都要讲迄就嘴遁一粒珠，讲话唔认输啊。系啊，但是伊就是要做迄个形势出来嘛，伊要谈判，伊要含人接触，伊要先标一个讲，哇，即马你也佫无爱互我讲我可能安怎，我先把数互你看。但是就战略或者是讲军事来看有人讲，这是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头一摆会当严正讲，喂，中国武器安尼啦，拉咩，国民主义，你讲会当安尼认定吗？这会使怀疑，为什么会使怀疑啊？讲咱讲维雷达用啥物？中国的 JY 的雷达，安那美国的飞机入去，无声无息，目看无，你无法度做动有人讲这是维雷达伊的部队去困南西看你看迄当阵维也纳民众，佫会使啥？会使用手机录影呢，录影录互你看。你有感觉讲，伊的部队是拢去困死啊嘛？毋是，伊看有，毋过伊饲袂落啦。伊的触控荧幕无法度饲袂落，伊看有无人机，伊迄雷达无法度做动啊，不是无法度做动，迄可能叫电战啦，电战美国电战足厉害其实迄当阵中国开始见到讲，美国那拍维也纳那拍甲遮顺利是讲咱的互伊的雷达，还是讲伊的S300的防空飞弹无法度应变第二届就2月28嘛袂到1个月了后，伊拢嘛是共款，伊拢嘛是用迄中国的雷达罗西亚的 S300防空飞弹，嘛是无法度，敢若无法度做动，伊拢无法度敢牵无人机过去这拢咱看中国会紧张讲，我到底是武器还是无好，还是讲下骹手人甲我欺骗，就甲习近平欺骗，伊会去检查讲，你到底是讲真啊讲假咱讲歹听即摆有一个新闻叫歼20，歼20迄中设计师嘛去用除名，官网除名这看意思是讲，可能习近平去查讲你这雷达造假。看了发现讲你的歼20嘛可能造假为什么安尼讲？说中国定讲伊的什么 JY 雷达会使看逆中战机嘛伊的歼20讲我的歼20比你 F35较厉害咱讲歹听咱有矛盾嘛？你用你的雷达来掠你的无人机看卖，咱讲歹听连这测试反射嘛是种做假。你想这个问题吧？种中国讲伊的 JY 雷达最厉害会使看到美国的 F35战机就好第二方面讲中国讲我这歼20比你 F35较好，咱就甲斗起来。你用你的 JY 雷达去掠你的歼20战机，伊掠无拄好，伊讲我做搞逆中的不是我讲你讲掠无就讲反过头来讲，你 JY 雷达无效嘛？还是讲这个过程讲无一项有效啊？还是讲这个过程讲连这个测试拢咧欺骗，这就歹在为啥歹在讲你逆中战机足够的你雷达嘛足够的你还讲你甲领导人欺骗，你会使甲你会使去乌西啦。其实我感觉讲大家拢乌西你袂使欺骗我就是习近平，伊可能就这点甲你拢掠。因为听讲有200-300个因的军工的人员，迄叫雷达所，迄叫好像14所16所忘记了，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CETC 啦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也是雷达的部分雷达部分讲应该是14所还是31所，我拍者我袂记啊，就是说伊个科学研究人员拢去用掠去，唔用掠去叫请去问啦，请去问。这当然爱问咱讲歹听，咱不管是讲咱的节目，还是讲大家节目，有的节目讲
这这块雷达吼就厉害吼，啊，拢掠到 F-35战机。啊，毋过咱看画咧，它就掠无啊，吼。啊，你伊朗嘛是共款，伊朗迄当在新闻上，这是第一届吼 F-35战机出动通这架的时阵，这一架你嘛是掠无，啊，你中国的雷达嘛掠无，啊，中国一定会感觉讲，我这雷达到底会使用啊，袂使用？伊会紧张嘛？这是合理的，这是合理的。所以你看中国的新闻讲啊，跟伊朗什么关系？有，迄规拍仗拢就这关系。哦，这整个战略吼，我爱请王老师来。咱如果若讲今仔日是收煞啦，老师要做什么评论？就美国一开始就错误吗？还是美国已经达到某种程度，伊的武器、伊的战略、伊的新式的这个作战的方式得到这个验证，因是世界第一强，安尼就 OK， 还是安怎？我感觉有两个方面就来讨论啦。第一方面对美国来讲啊，伊整个这个战争吼，伊甲伊的航空母舰，伊甲伊的飞行机、甲伊的无人机吼，为美国、为上海吼，啊甲中东斗阵落去处理吼，所以这个战争某种程度有一种大型战争的思考啦吼。啊，你想看咩啊？甲即摆总共有12000个目标哦，去用拍摧毁掉。啊，你想看咩啊？伊拍伊朗这个战争，毋是干那讲啊，你看到战争了尔。等咧2月28迄天开始成电子作战，规个美国的飞行机吼，较先进的吼，入去伊朗的领空吼，啊，甲伊的所有的雷达、卫星电台什么拢甲创车没啦。啊，创车没了，伊飞行才有法入去啊，后F-35啦、F-16啊，这个都入去啊，甲迄个以色列到入去即个伊朗的上空来进行这种所谓的 air strike， 就是讲空中的拍击。啊，拍了后再开始一个处理，吼，一个来变形。所以我感觉讲，对美国来讲的话，这个战争对伊来讲是足好的机会。就是讲，除了1991的波湾战争，吼，啊，甲2003年的第二次波湾战争了后，上大规模的一个战争啦。啊，为这摆战争了后，大家知影讲美国的军力也是世界第一，无话讲。因为战争毋是干那讲啊，我航空母舰出去，伊要配合其他的武器、其他的系统、其他的人出去，所以这种战争的定数会让世界各国去思考啊，要来拍一个传统的迄个电子化战争，啊，佮加上人工智慧 AI， 哦，这是未来战争的目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讲嘿，遮厉害，啊，伊朗嘛是33天啊，佮定掉。对。那这个教训是啥物？这个教训是讲，对于美国遮尔大国家，武力气遮尔强，你无法度甲迄个拖落水，就是讲，我来往不对称。无人机嘛，较俗的嘛吼，啊，我透过我的地形地势优势，我知影我的所在，啊，分散地下化，我嘛法度做这个目的。我若无爱屈服，就无问题啊吼。啊，即摆伊朗的问题是讲，伊因为无人来处理，所以伊某个程度，伊嘛一定要屈服，这是伊个问题吼。啊，第二方面，为中国来讲，因为委内瑞拉甲伊朗是中国上好的朋友。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提供石油去互中国哦，最重要是中国哦，尤其是委内瑞拉，一天几百万桶，甲伊朗共款弄去，所以伊朗甲委内瑞拉是中国上重要的好朋友，石油能源。哦，啊，伊等咧中南美洲，也是等咧迄个中东的迄个基础建设，一带一路嘛是这两个国家重点主题，所以伊甲伊朗的关系非常的好。即个战争了，伊就感觉讲哦。伊提供伊的一寡设备吼，拢无法度发挥效果，所以对伊来讲，伊嘛爱思考讲，以后若面临到这个状况，伊要哪来处理？吼，万一以后若有这种战争是中美来对拍，啊，中国的相关的武器装备，刚好都应付美国遮尔厉害所在。那这个物件会互中国好好去思考讲未来，若过这个代志发生时，要哪处理这个问题？我看伊是先甲人拢掠起来切控啊！哦，最后我要请教善哲兄哈，这整件事情我们都在讲，美国啦、伊朗啦、美国、伊朗、以色列呢？以色列现在他想要收手吗？他应该是最不想要放手的吧？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你觉得呢？以色列？
这以色列就是完全，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东西。他如果现在要同意是美国要停这个战争，可能是他会等那个国内爆发，他国内爆发，因为现在我们如果看那个以色列打哪里啊，打就是也会打那个警察的那个地方，所以意思是他想要不止军队还有警察，国内他想要。让你的民间瓦解掉。对，这尤其是在库德族的城市，他打了很多那个警察局的地方。哦。所以他听说还有投空那个新战。对，以色列最大的攻击就是大部分就是在库德族区那边了，因为我们在那边看到那些新闻了。所以有可能有这个希望，因为他知道是伊朗这样子没办法，就是这个政府会推翻这个政府，用战争了，用空袭啊。然后地面部队是非常一个麻烦的，你知道，伊朗的地面部队是超过，包含那个后备军队，就是大概100万左右了，很难呢，非常难。然后土地那么大，就知道那个是麻烦，所以我觉得以色列还有，美国他们可能一直在等那个。就是内部对，就是这个。但是你觉得库德人真的会在这一次投入这个战争吗？我觉得不会。但是如果国内爆发那个就是比如抗议啊，如果国家变不安全了、变乱，什么都有机会。因为不止库德族，也有另外两个那个反对党，有一个是在法国了，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在军队里面也是非常。影响力很大，他们比较你说那位女士？对，那个是穆加黑有一个女士。穆加黑。对，这个是在他们说那个大部分的现在以色列知道在军队发生什么，飞弹在哪里，他们说可能是都是他提供的。对，他有很多新闻关于这个，因为他在国内的那个影响力非常大。然后另外一个国王的儿子，他也是有。在国内有影响力，所以他如果这样子，他们可能有这个希望，不然以色列知道是这个政府没办法变一个好的政府，可以跟他谈的好的政府，现在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也没对。你自己觉得这个被推翻的可能性有多高啊？我觉得如果因为现在伊朗是。经济发生，以前早就有经济的问题，然后现在战争以后，你知道经济会变更糟糕一定的，所以呢，对，这个是很容易很有机会，战争停了，可能会国内会爆发，很有机会。这按照我来问三位哦，就你感觉刷来伊讲，这可能颠倒是。传播撤离了后，伊国内颠倒家己乱起来，欠水啦，因为欠水即马佫欠水，民生啦，啥颠倒会佫较乱。我拄则有一个部分无讲到，就是讲以色列伫即个伊朗内底吼，有一寡人啦，吼，这个人你看袂出伊是啥物人，因为嘛可能是波斯来人，吼，伊可能是有伊的家庭有疾病，有可能是个祖先啥，所以这个人。包括拄则可能是讲到，伊含伊朗内底的反对派，安怎来影响国内的政治？这是其实是军事以外的吼。这第五种对啦。对嘛有可能是讲，以色列嘛无想要讲，互伊规个拢倒去，伊规个国家变崩去吼，足恐怖的。这个国家万一崩去，讲无国家的时阵，无政府的时阵，这是还上恐怖。所以有政府都要像都要讲毋是讲川普去想的，其实是国际上吼了解伊朗内地情势的人，拢会讲希望讲伊内底去改革啦，意思讲去改革，伊嘛无改变讲伊是穆斯林的国家，嘛无改变讲伊是即摆的经济真现靠石油出，跟卖个卖武器，但是咧袂讲逐项含一款国家。含罗西亚、含中国做伙，莫徛嘛，有法度讲道理的时阵，其实这是因的人民可能较希望的。那主任就认为咧，这刷来内部有可能因的军事力量互相
会拍起来吗？你讲较歹听啦，其实以色列吼，伊的想法是讲吼，你伊朗吼，你细线较好，为什么吼？你拢滚头吼，你拢莫甲我卡着吼，这是伊的理想哈。啊，你讲伊朗吼，有法度转变讲社会啊，像讲印尼啊是马来西亚吼。迄可能爱2代啊3代时间，吼，这无法度，吼，这无法度，因为新冠的国家吼，你要转变甲即摆民主一定都有改替咧。爱2代啊3代，吼，还是讲你要像像伊拉克安尼嘛是会使吼，啊，毋过这种对以色列来讲，这是同有利的，吼，你拢卖一个强的伊朗对以色列来讲，这是同好的。所以王老师看，即摆上赢应该是以色列哦。对啦，用以色列趁这个机会一直拍嘛，拍到伊朗这个小龙，我都对伊安全，因为他们。